中共防疫政策摇摆不定，新的防疫20条看似放松了管控，但因多地疫情升温，管控再度升级，引发民怨。中共在东突厥斯坦以隔离的名义将人们锁在家中和集体观察中心已经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最近发布的视频揭示了所谓集体观察中心的真实恐怖面目。在一段视频中，一名维吾尔妇女描述了集体隔离点的恶劣环境。在这些所谓的隔离中心，实际上并没有实施任何隔离措施，卫生条件也很差。问道：这里是隔离中心还是回收中心？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是每年举行的享有声誉的国际安全会议之一，于11月18日开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勒坤艾沙在会上进行了发言。他说，世界正面临着艰难的局面，不仅因为乌克兰战争和中共病毒，还因为中国气候变化和权威主义向其他国家蔓延。2017年以来，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已经过去6年多的时间，超过300多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被中共关押在集中营，但世界对此保持了沉默。他强烈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力措施，追究中共罪行的责任。美国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克·卢比奥日前与多位共和党人推出了一项法案，禁止发放旅游签证给中共党员。卢比奥办公室11月18日发布的书面声明表示，这项法案是为了遏制中国公民加入共产党，并进一步限制中共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声明表示，不限制中国公民申请其他签证，包括外交签证、学生签证、体育及艺术人员和投资签证等。卢比奥说，在中共努力成为全世界唯一强国的计划中，他试图削弱和破坏美国。每个党员都被要为中共的这个目标服务。允许中共党员在美国度假、购物或经商不符合常理。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共在国内宣传的就是要战胜美国，统治全世界，霸权主义野心非常明显。中国河南一家工厂11月21日发生了火灾，导致了38人死亡，2人受伤。当局指火灾系员工违规操作电焊引发。同一天，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也发生了爆炸。据报，现场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浓烟滚滚，剧烈震动使周边居民楼和商铺玻璃碎裂，房屋受损。爆炸原因、何处爆炸、伤亡情况等细节仍在调查之中。该化工厂是中共一家骨干军工企业。2022年11月前后，中共媒体和自媒体报道了10多起孩子失踪案件。这些失踪孩子的年龄非常奇怪，一般情况下，海外失踪案件关注的都是儿童，也就是年龄最小的孩子，比如说3、4岁。这些孩子面对拐卖是没有抵抗力的。但是中国最近失踪的孩子都是初中和高中生。以下推论现在只是处在有可能的阶段，没有实质的证据。一是中共的体检或者是防疫数据泄露，也可能引发犯罪团伙对特定人群的关注，比如说特殊血型人群的器官配对。二是中国的器官黑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系统，而是依附在中共的器官捐献网络上的存在。学生大规模失踪案件的发生，中国很可能以监控学生行踪为由，把健康码变成行程码，永久存在，监控从大到小每一个人的行踪，中国就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大监狱。卡塔尔周一宣布了与中国达成的一项为期27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卡塔尔称，这是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中，该国所签订的有史以来最长的合同期限。卡塔尔已是世界上领先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之一，水平与美国和澳大利亚齐平。近海的北方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由卡塔尔和伊朗共享。欧盟决定将对在所谓新疆的4名汉族官员和一个政府机构的制裁再延长1年。与此同时，欧盟议会于11月22日就在欧盟制裁名单中增加更多中共官员进行了辩论。冬季中共病毒疫情爆发，连日来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各地也在重返封锁之中。中共官媒报道，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新瑞于11月21日前往喀什，审查了针对中共病毒疫情实施的防控隔离措施。
要求各地高度认识到当前中共病毒疫情防控形势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坚决坚持3个原则，采取最坚决、最果断、最严格的措施，迅速封锁传播链，以防止中共病毒的蔓延。强调提高对感染者和接触者的转移、聚集和隔离的有效性。虽然报道中没有提到马锡瑞在讲话中应采取哪些具体的果断措施，但来自地方的报道表明，中共当局正在将广大市民大规模地关押在环境简陋、条件极其恶劣的大型所谓方舱集体隔离中心。同一时间，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托尼亚兹也前往了和田地区，实地指导中共病毒防疫措施。11月21日，英国警方对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官员打人事件提出了部分指控，但没有指出具体的涉案人员。目前，英国警方仍在调查是否还有其他的受害者。英国曼彻斯特警察局周一发表声明，针对上个月发生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的中共官员打人事件，警方一直在收集证据，包括闭路电视、警察的随身摄像和证人证词等。到目前为止，英国警方已经判定了相关涉事人员的部分犯罪行为，基本确认涉嫌袭击罪和违反公共秩序罪。警方为了进一步调查案情，在曼彻斯特警察局的网站上专门设立了信息栏，民众可以上传相关信息，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希望可以寻找到事发当天的更多目击证人和获取更多的证据。11月21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警告西方国家逐渐切断来自莫斯科的能源供应之际，提高警觉，不要产生对中国的新依赖。路透社21日报道，以俄乌战争为例指出，西方国家正在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现在更必须谨慎，不要对中国产生新的依赖。提到中国稀土矿产的应用无所不在，包括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他警告说，中国越来越努力控制西方最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供应链和关键产业，不能给独裁政权任何机会利用西方的弱点进行破坏。他呼吁盟国提高社会和基础设施的韧性。北约于6月将中国描述为是对北约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的一大挑战。北约认为，中国作为经济和军事大国，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一直都是不透明的。11月22日、23日连续2天，全球最大的 iPhone 手机工厂郑州富士康爆发了员工维权抗议活动，当局调动了大批警察进行了镇压，数千名员工与手持盾牌的警方对峙。有视频显示，警方用暴力殴打落单的工人，顷刻间鲜血覆盖了年轻人的面容。政府还发射催泪瓦斯进行镇压，员工则是用灭火器应对，还有工人点燃大门，场面一片混乱。据传，此次事件是因为新员工的待遇与招聘合同上的丰厚条件不符，将人骗来后修改了合同，并且安排中共病毒确诊员工与新招员工混合居住。富士康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抗议事件，声称员工津贴将按照合同履行，并澄清没有新员工与确诊者混住的情况。本月初，郑州富士康在爆发数万名员工徒步逃亡返乡事件中，引发了国际的关注。中共当局则是动用手中的权力，下达了指标为富士康招工。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领导的评估报告更新版指出，中国的全球投资和商业行为，特别是通过其掠夺性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对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及其公民产生负面的影响，并且呼吁拜登政府采取全面行动追究中共的责任，制止其在全球争取影响力和统治地位的运动。本次更新版的评估报告指出，由习近平于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表面上伪装成一项全球发展和投资倡议，实际上是为了扩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强硬影响力，同时也为全球军事力量投射奠定基础。目前已有147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自2005年以来，在全球投资了约2万亿美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制造的债务陷阱培养依赖性，确保优先使用自然资源，并获得可用于居民两用目的的商业设施。中国还通过出口入侵式技术，在全世界各地制造技术性依赖。
首先，中国所提供的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贷款和投资，为需要金融支持和投资的国家制造了债务陷阱。其次，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恶意影响和政治干预，平息了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批评，迫使他国政府和阿拉伯国家支持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人权虐待，取消了外界关注维吾尔穆斯林困境的专栏。